好，然后我要拉一首我很久，至少5、6年没有拉过的曲子，这几天都拼命拉，拉到我隔壁邻居阿嬤都来敲门。哦，他以为是那个啦，比拉大学那个啦。我练习的前面都很生疏啊，就练了好久，好不习惯。然后当然我想要去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演奏曲吧，我就也献给各位，来自也是我的好伙伴艾克居士的第一则节好。你们聊天啊，这是街头啊。街头表演聊天聊天。刚刚还好我的表情面很狰狞，要不然我应该很像那个李炳辉吧？好听吗？好听。很像什么？不知道哎。还外套，好，还外套，要脱外套。好，我现在是这样的，你都习惯了，其实。没有啦，里面还有5件。奇怪，到底是来听音乐还是看什么？
如果你们要看拖的话，有人要看拖，还要介绍你们要看拖的话，这样感觉很奇怪，不想讲了啦，算了。好，好，刚刚，我应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今天高慧君姐姐有来哦。很久之前我跟她一起拍电视剧，然后我们一起拍《图腾转啊转》，然后电视单元剧，然后图腾没有入围，可是高慧君姐姐有入围最佳女主角。姐姐。现在要入围一起入围嘛，很快。现在高慧君姐姐她转型当导演了，我可以吗？我刚刚那样街头艺人哦，有没有觉得我的那个表演的延展性很大？还有上一张专辑帮我编舞的老师阿哲老师在现场吗？对啊，老师谢谢，辛苦了。他是帮大明星编舞，他帮我编舞的时候，可能他也听不懂阿美族语吧，他说这是哪一国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的从我学生时期，然后跟我一起从事文化工作啦。今天其实现场都文化工作者，他们都第一次来 Live House， 对他们以为是夜店的，还好你们没有摇头嘛。好，那个。姐姐她很辛苦，她前阵子也刚发了专辑，也是全母语的哦。今天刚好是她的生日，我们一起欢迎。Hello 姐姐，来，掌声快乐好不好？姐姐来，耶，唱不到啊，你要唱高一点，高跟鞋啊。苦情，我们是苦情阿美甜姐弟。他刚发专辑了，然后发完专辑，然后又要忙工作，然后最近身体好不好？还好吗？很好了吗？你是喝几瓶点滴啊？我不懂啊，这么拼命，他很拼命做他母语的专辑，看来就这几年真的母语专辑越来越被大家听到了。可是应该还有听过吧？今年大满贯的，小美啊，一路搞路，可是他没有来怎么办？我等下打电话给他，为什么？很坏啊 ，Q 他。好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才艺表演啊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当兵之后当兵之后才学会吉他的，对，我很慢才会学吉他，所以你们现在不会吉他没有关系，跟哥哥学。有声音吗？没有。怎么接啊？我不会用电脑的。哦，有。这个叫 keyboard。好了，就继续啊，好继续。张杰歌还没有唱完啊，反正现在7点了，等一下还要签名呢。好了，大家这首歌《漫步城市》。
当然这首歌今天有赛德克组的来，赛德克女孩。好了，又是夜店咖了。好，现在到了教学时间了。然后每一张专辑都会教大家来唱一些歌。这张专辑其实我也想要教大家来学一些简单的阿美族的话，很简单，不用太难。而且是大家可能会想要需要的那种。你们学过那个日文的"我爱你"怎么说吗？愛してる。愛してる啊，然后你有学过韩文的吗？韩文的怎么讲？那学过英文的应该会吧？英文的怎么说？
好，这首歌也蛮好用啊。来教大家怎么说阿美族的“我爱你”，很简单，不用觉得很难的。我讲一次给大家听哦。马乌拉海嘎库迪苏安娜。干嘛？怎么你们的脸上都是问号？我是真的讲我爱你啊，你以为我在骂你哦？真的，这是应该史上音节最多的一句我爱你吧？我也很好奇，以前我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怎么谈恋爱的？我拉汉，然后女生就走了，还没讲，才讲到我而已，他们两个人站没有讲到。所以阿美族虽然看起来表面是热情的、大方的，可是等到谈恋爱的时候，反而变得非常含蓄哦。马乌拉嗨是喜欢的意思，嘎固是我，迪苏安呢就是你的最高级，所以我的喜欢只有在你的身上，这样最高级的美样，这样懂了哈、哦？所以阿美族没有爱这个很难形容啊，就很害羞啦。马乌拉嗨，然后你要很快的讲完才会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。所以有机会去阿美族的地方，可以讲那个用得到啊。如果你要把妹的话，好，继续学好不好？我有罗马拼音有吗？那个对，还一起啊，这样有没有？好像那个许巍英文，还是阿美族也好来。马乌拉海，嘎固，迪苏安难，会了吗？会。要不然我有快速记忆法，来请快。这样可以哈。老师你是当讲的。了解。马乌拉海，嘎固，迪苏安难，都会了哈。好，这首歌就叫《我爱你》，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。那。从阿美族语老师变成音乐老师了哦，我们要上音乐课哦，来试试看啊，麦克风好，来了，好，妈，啊，这个 key 好，可以好，妈，马乌拉海嘎固，来。迪刷呢，不是刷地哦，你的爱人不是山猪哦。迪刷呢，不要，来一次，来一起3遍哦。马乌拉海嘎固，马乌拉海嘎固，马乌拉海嘎固，迪刷呢。会唱了哦。好，这是音乐课哦。第3堂课叫做美术课。你们拿到电板没有哦？然后待会去唱歌的时候就一起挥电板好不好？对，阿密斯有吗？没有拿到的就是没有买门票的。很紧张。店家，售票员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电板的。有吗？啊，电板后面有 DVD 哦，你看，送你好大方，有吗？署名真可爱呀！阿密斯加油！耶，好，那我们带来这首歌，我爱你，马拉卡迪索曼。你把它马拉比索曼。
看到那么多人讲我爱你，棒不棒？好了，可是要结婚总是要有一些对象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有对象吗？还是你们现在单身？什么？我还没嫁出去，有人要娶我吗？我妈妈说要。好，没关系啦，我今天有准备一些好的对象给你们认识哈。除了那2个淘气的以外，好，前阵子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上个礼拜六，上个礼拜天，这个礼拜天吧，原住民跟时尚时代做了第一次原住民式的快闪。在台北的街头，穿着传统服，跳着传统的舞蹈，然后唱原住民的歌。我要唱这首《信狗》。有请欢迎我的日本。
幸福吗？各位女士们，幸福吗？我们不排除姐弟恋。好啊，很快节目到了尾声了，感谢大家。500块你们可以听多久啊？吵什么？你不然很辛苦哦。我妈妈说我要唱2个小时，我妈说我才500块。然后没有开玩笑的，真的很感谢各位这些弟弟们，还有你们前面几次参加我的演唱会，我都获得很多，然后我也把我演唱会获得的这一点点带回去分享给我自己的部落，所以才有他们。那也是因为你们，谢谢。很辛苦哦。我妈妈都知道我在养小孩，我家快变成青少年中途之家了，而且目前在扩建中。小小都很小，从国小刚刚现在都已经高中了，比我高，不能站在前面，高一点。我的鞋垫拿出来。你是吃多少？怎么长那么大吃？对啊，他们是3个小时吃一次，好恐怖哦！我要哭了，动不动就要进食。然后要介绍一下他们来自台东，然后现在最右边的一起，他们组了，看哪里的？然后变成突然的弟弟，打高尔夫球的，然后连凯。田径选手现在高了，然后很帅啊！看你们也是，我还没讲女也是矜持一点好不好？盛中，台湾组的，志伟，他们组的过来的，林凯，香港组的一起。学到了中锋，然后你是每次有唱歌跟运动2件事情，你们可不可以长大之后做3C 产业啊，还是做乐器也好啊，做一个竖琴，但是要比我矮一点的那个。然后还有就是应该要感谢一下，这次专辑真的很辛苦，好多人帮忙，超多的，哇，你就印2张嘛。怎么就印8级字啊？那么小张，好多人帮我，我要一个一个念，你们可以等我念完吗？你们上厕所还不是不能上哦。然后先感谢很多人呢，然后先感谢那个啦，就是这次的演唱会有，他们已经改名字了，这也是行政院新闻局，现在叫行政院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。谢谢，他们是目前投资行李最大的赞助商。谢谢，还好我有拍总统的肩膀。然后还有默许有也在今年，还有一把吉他，我的吉他都不用钱的，而且还有一把吉他还送部落吉他，很感谢把一把吉他。谢谢，鞋子很漂亮，而且还有图腾哦，只有 VIP 才看得到。然后还有一起来承办这次的我的公司完成音乐，阿斌，真的做所有幕后服装、视觉设计，黄晨松 ，Hello， 还有帮我做，等下外面会卖 CD 哦，养生音乐。还有这家店家，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哦，谢谢我。还有啦啦队，拉铁们。现在个人名单如我也有，我的经纪人的啦，灯光师小胡，然后前台工作人员徐妹、玉伟，你们都出来，没有了好吗？
干嘛没有化妆？那个，还有在控台的浩子大哥，我的行政韩露布，帮我买便当的，视觉设计小画，服装师娟娟，影像设计 Chris 和小夏，还有编舞的小鹿，还有发型我妹妹安娜，化妆我阿姨小爱，电脑摄影师阿宝，还有刚刚帮我拿纸条的柯强。还有其他都是乐手了，来一个个秒了。小提琴手宋岳，大提琴手宋岳，小提琴手张力、阿力、乔朵、何冰、小龙、子良、沐晨、大娜、阿哲，还有我弟弟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辛苦你们，这场演唱会很难的，好难的，所以看得到你们，各位股东看得到你们投资的哦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明天请早哦。好啊，不管如何，你明天有没有空或有没有空，但我希望把这样的感觉分享给你们的朋友，因为我相信还有更多跟我一样在努力从事文化、从事母语创作的，还在部落里面的那些年轻人，他们很辛苦，他们也一直很期待有跟我一样的机会。只是我觉得，如果我有多一点能力的话，我也愿意跟他们分享。然后，真的再一次谢谢你们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还有这首歌《风》。尖叫声。
得我们还一直在唱着我们的歌，唱